爬龍船嘅戰績。哇！辣屎忽嘅，是我哋搞下我哋半途嘅漂移喎。別墅裡面唱 K， 水池裡面2025夏季防冬運動會廣州賽區迎嚟咗賽季嘅尾聲啦！今日咧，我哋係將會參加會堂4日嘅燈籠儀式。瞓在辦公室裡站紅圖，關公都點頭，有料。鴻運不能總是當頭，因為打說要玩就要玩得大。呢個就係龍船科目2，倒船入庫。佢一抽個水浸住佢咧，佢就會膨脹。哦，發大。哦，所以佢咪執得實好多咯。我哋做鼓手咧，要睇住呢度啦，經過咗之後，望下冇鬆，摸下佢，如果鬆就攞個水揼翻實。而家就等啲水慢慢咁樣灌入嚟。咁啊入啦，依家開始入水，入到個船艙全部滿晒啦，咁你船就自然坐落去啦，一坐落去就叫沉滿啦。桶桶滿啊嘛，學你話齋。你哋想玩漂移喎？有少少啦，點解你知嘅咁叻嘅你？哎呀，真係跟隨我哋行一行水道就知道邊度有 S 灣，邊度有 C 灣，邊度9啊度啊，嗰啲真係好精神嘅真係。諗諗佢啊！好啊，既然為哥嚟啦，今日盡我哋能力做好佢，唉，真係開心。精神！精神！